主后2026年3月初8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先，咱来听读圣经何西阿书第3章第1到第5节。上主对我讲：你着搁去爱迄个对你无忠实的查某人，伊现在有一个情人。虽然以色列人去拜别个神明，爱食祭偶像的葡萄干丸，毋过我要疼因，你嘛着安尼疼即个查某人。我就用15块银仔甲150公斤大麦，甲伊买转来。